歡迎大家嚟到聖言默禱。為咗讓大家能夠安靜、專心與神對話，你可以暫時放低你手上嘅工作，放鬆心情，專注喺你嘅呼吸，一吸一呼。更加鼓勵你喺安全嘅情況之下，合上眼睛。一陣間嘅程序，首先會安靜片刻，之後跟住會讀經2次，以進行經文嘅默想。到最後，我會以禱告作為結束。經文記載於路加福音9章1至6節，主題係輕裝上陣，心隨主行。經文係咁講嘅：耶穌叫齊了12個門徒，給他們能力、權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醫治各樣的病。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，醫治病人。對他們說：行路的時候，不要帶枴杖和口袋，不要帶食物和銀子，也不要帶2件掛衣。無論進哪一家，就住在那裏，也從那裏起行。凡不接待你們的，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，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見證他們的不是，門徒就出去，走遍各鄉，宣傳福音，到處治病。耶穌叫齊了12個門徒，給他們能力、權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醫治各樣的病。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，醫治病人。對他們說：行路的時候，不要帶枴杖和口袋，不要帶食物和銀子，也不要帶2件掛衣。無論進哪一家，就住在那裏，也從那裏起行。凡不接待你們的，你們離開那城的時候，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見證他們的不是，門徒就出去，走遍各鄉，宣傳福音，到處治病。耶穌畀你嘅使命，即使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你可能會面對拒絕、恐懼或者內心嘅掙扎。你點樣調整你所要面對嘅反應？有乜嘢係你最大嘅依靠啊？
喺服行耶穌畀你嘅使命嘅時候，你所睇重嘅同耶穌有咩分別啊？有邊啲地方你係需要調整嘅？喺你過去嘅使命同埋侍奉，有乜嘢經歷令你更加深刻地經歷神嘅同在？面對日後嘅其他更重要嘅挑戰時，點樣成為你嘅幫助，同埋不偏離主嘅教導啊？主啊，我知道我需要回應你嘅召命。喺整個過程中，心裏邊的確有好多嘅恐懼，好多嘅不安，因為我知道前面嘅道路唔容易行，但係我需要主你嘅幫助，你嘅拖帶，讓我嘅信心能夠慢慢地被你建立，
亦都喺侍奉上能夠懂得去依靠你。主啊，亦都求你幫助我，在整個過程中能夠除去我嘅自我，讓我侍奉上能夠將我眼目注視喺你嘅身上，唔係注視喺人事物上。主啊，求你幫助，多謝你聽禱告，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